现代台语版圣经士师记第7章。耶路巴力就是基甸，甲所有得意的人透早起来，伫哈律水泉边扎营。米甸人伫因的北边，倚近摩利山的山谷扎营。上主对基甸讲：得意人伤济，我袂当将米甸人交伫恁的手，才免以色列家对我开口讲，是阮靠家己赚赢的。你着对人民宣布，若有人惊死，通离开吉列山倒去，安尼就22000人倒去，还有剩10000人。上主对基甸讲：人还有伤济，你着带因落去到水边，我要伫遐为着你拣一寡人。我甲你讲，倒一个人通甲你去，迄个人就会当甲你去。我甲你讲，倒一个人毋通去，迄个人就毋通甲你去。基甸就带人民去到水边。上主对基甸讲：遐个亲像狗用钱水的人徛一边，跪落去啉水的人徛另外一边。用手捧水起来钱的有300人，其他遐个拢跪落去啉水。上主甲基甸讲：我要用这个捧水起来钱的300人解救恁，将米甸人交伫你的手，其他人拢通倒去因兜。安尼留落来迄300人对其他的人接粮食甲扫角。基甸就解散其他的以色列人，互因倒去因兜。米甸人扎营伫以色列人下面的山谷。迄暝，上主甲基甸讲：起来，落去攻打迄个兵营，因为我已经将因交伫你的手。你若毋敢进攻，你甲你的仆人普拉就落去因的兵营。注意听因伫讲甚物，就有胆量落去攻击。伊就甲伊的仆人普拉落去武装部队的营边。规个山谷拢是米甸人、亚玛力人甲东边的部族，因亲像草莓遐济。因的路途亲像海边的沙，算袂了。基甸到下时，有一个米甸的兵仔甲伊的同伴讲伊的梦，讲：我梦见一个梦，我看到一个大麦饼过入米甸的兵营，甲一个布片弄倒，布片并链转，倒甲边边。伊的同伴应讲：这一定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囝基甸的刀。上帝已经将米甸人甲全军交伫伊的手。基甸听到迄个人的梦甲解说，就跪拜上帝。伊倒来以色列人的兵营，话讲：起来，上主已经将米甸的军队交伫恁的手啦。伊就将迄300人分做3队，将扫角甲空甕仔交互因逐个人，甕仔内囥蟹饼。伊甲因讲：恁着看我安怎做，我到营边的时安怎做，恁着照安尼做。我甲遐个甲我做伙去的人分扫角的时，恁着伫营的四围分扫角，搁发为上主为基甸。伫半暝以前，卫兵拄仔换班了后，基甸甲缀伊的100人来到营边，因就分扫角，讲破唱念的甕仔。
三队的人拢分扫角，讲破翁仔，倒手举火把，正手举扫角。因大声喝讲：为上主举刀，为基甸举刀。一日兵营的四围，逐个人徛伫家己的所在，全营的敌军哪发哪逃走。迄300个分扫角的时，上主互米甸全营的人互相杀来杀去，全营的人拢逃走去西利拉的伯示他，一直到瓦郡他巴的阿伯米荷拉。以色列人对拿弗他利、阿舍甲玛拿西所有的地区聚集来对入米甸人。基甸派使者到以法莲山区逐所在，讲：恁落来对入米甸人，固守约旦河的渡口，一直到伯巴拉，防止米甸人过河。对安尼，以法莲人就聚集固守约旦河渡口，直到伯巴拉。因掠着米甸2个领袖俄立甲西伊伯，伫俄立的石盘杀俄立，伫西伊伯的酒窟杀西伊伯。因搁对入米甸人，将俄立甲西伊伯的头壳带去约旦河东边，交互基甸。